报道。最近是海燕生团的季节，也毋过伫花莲受那乡立武溪出海口有上百粒假生的鸟仔卵碰见咯，野鸟协会怀疑讲，应该是有人甲伊偷摕走。到花莲立武溪出海口北边沙坡，一支红色旗啊，就是野鸟协会标记有小燕鸥甲东方金眼生卵的所在。毋过14之间发现上百艘小燕鸥的卵熊熊无去，现场嘛无破坏痕迹。都是我标记的巢位的所有蛋是完全不见的，那现场没有任何的破坏痕迹。那我们就推测说，可能不是像是一些游荡犬啊，或者是可能被沙滩车压到，那很有可能是一些人为的捡食的动作，所以才不会留下一些破坏痕迹。小燕鸥是二级保育类，当年4月至8月生产期，爱伫河川出海口的幼鸟仔埔顶做收，因为卵色甲地形真挖近，所以野鸟协会拢会伫收附近标记，唔通挖近。无想到这样用心保护，上百个收，我要200粒卵煞消失去，互保育工作受阻碍。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是要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那得并科新台币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金。那如果是你有跟他捕抓贩卖的话，也是一样会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那并科新台币150万以下的罚金啊。因为小燕鸥的卵拢已经有形啊，细只鸟仔尔孵出来嘛，需要清鸟饲细尾鱼仔才会活。野鸟协会呼吁相关单位应该主动划出生态区，搁设置告示牌，也是封锁线，禁止各种车辆进入，搁加强巡查，以免生态地受到干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